日本古典的歌舞剧灵剧是联合国的无形文化遗产。虽然讲无限制演员的性别，也毋过主要拢是以查甫的为主。即阵啊，这女性的演员是愈来愈多，甚至佮演出经典戏出，要来拍破性别阻碍。得到评价社台顶的灵剧演员开始照着剧本伫咧排练，不过详细看舞台顶的演员差不多拢是女性。受到江户时代幕府将军的赞助，灵剧文化发展愈来愈繁荣。不过也因为迄当阵的政府规定，女性是禁止上舞台。虽然19世纪末解除这项禁令，女性演员也是真罕见。大部分拢是老爸传予后生，一代一代传落去，也互女性演员无机会上舞台。何度も舞台の上に立って経験を積んでだんだん上達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その上達するその機会が与えられないので、そこでこうやっぱり落差が生まれちゃうっていう感じで、それで悪循環なのかなと。在导师金春康明讨论并且鼓励之下，波奇真由子开始筹划以女性演员甲音乐家为主的演出，并且经灵剧正有名的戏《到城市》作为因第一部戏。这出戏是咧讲一个互人偏激的女性，心内万分想要报复，观众的评价也袂歹。女性としては嬉しいこと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でね、コンパルさんが初めてそういったことにもね、ちっちゃい流派ですけど挑戦されるってことなので、はい、今日はとても楽しみに来ました。不过自古以来，灵剧内面的配角，一个故事讲解的旁白描述，拢是男性，所以这边的演出依然有少数几位男性的演员参加。而这也是灵剧的历史上真罕见的有这么多灵剧的女性演员甲音乐家第一遍共台演出同一出戏。广西新闻陈思同编译。